咩物仔即咩部劇站片面話，考裡面係集中劇站片面話，是講咩部當中走，是講咩部東莊東莊走，東走咩部買到自聽當的本來幾年，咩部買到聽到的本來情誼，本來幾年是講咩部當莊走咩部買到自聽當的本來幾年，是講咩部當莊走咩部買到自聽當的本來幾年，是講咩部當莊走咩部買到自聽當的本來幾年，是講咩部當莊走咩部買到自聽當的本來幾年。我們是人類的一份子，別人多有求，我們都要唱，背呀哈，背呀哈，背着船長民族的朋友，照亮若马背，能用自茶容，背自老岗背落背啊。